我係身份意識重塑 YY 啊，我開始發現咧，真正穩定嘅人咧，佢哋會停止做一件事，不停咁樣證明自己啦。有啲人一開口，總係想人哋認同自己，證明自己有價值、有能力、有成績、有地位。但真正穩定嘅人，反而係會學識開始安靜，因為佢哋唔再需要透過外界嘅反應去確定自己嘅存在。當一個人長期缺乏內在安全感，大腦咧就會好似自然進入咗一個證明模式，會不停咁樣努力，不停咁樣輸出，不停咁樣解釋。因為潛意識會覺得，如果我停低，我就變得唔重要。但高頻嘅狀態其實唔係變得更加強勢，而係開始唔需要再去用力。真正穩定嘅人唔係冇能力，而係開始知道有啲嘢唔需要證明都會存在，包括價值，包括關係，包括你自己。